这个疫情的期间，民众有咧厝内底，看到袂少有关疫苗甲疫情的消息，嘛来引起到民众的焦虑甲惊惶。台中沙鹿就有一间病院讲，最近来看诊的病患增加5成以上，拢有焦虑的问题。有的是惊注袂到疫苗，有的是唔知影到底爱注啥物款牌子的疫苗，想济，造成着心理上的负担咯。去注射站注预防针本来是一件真平常的代志，想袂到却引起民众心理上的不安。医生讲，最近因为疫苗甲疫情相关的消息有够多，咱乡亲伫厝内看电视、上网络，除了烦恼讲无疫苗通注以外，嘛烦恼讲到底应该拣倒一个牌子。我看有5成以上的，几乎都焦虑蛮严重的。第一个就要问我能不能打啦，第二个就是到底要打哪一种，那打不打得到哈，都很烦恼啦。当然这是大环境之下，因为国内疫苗不是很充裕啦。最近有焦虑症的患者，大部分是青壮年甲中年人，拢困袂去，也是心情压杂。医生透过甲病患的沟通，除了分析疫苗对身体影响，嘛建议讲，若有通注就赶紧注。大部分都是帮他解说啦，所以医生最近会比较忙。医生嘛建议乡亲，若有类似焦虑的症头，伫厝内会使做运动，也是透过读册来改善。若严重者，就要赶紧去找医生配合食药来解决问题。